講到亞嘅獎，要特別介紹客家台灣文化獎特設立，是海外大客家台灣人火沙團，對台灣客家文化漸漸失傳，報得很有利。所以在36年前，就是1988年決定設立客家台灣文化獎，用來鼓勵那些嘅台灣客家文化達研究、提倡及推廣有功勞達人消費者團體。每一年或者是社團都會得到獎題及獎金，而且每年得獎達人沒有限定是客家人，只要認同台灣，無論他達故鄉的內地，講那種音樂，是出在台灣還是國外，全部都有資格參加遴選。不過，他們研究或者推廣達一定要是台灣達客家文化，望太子得到亞嘅獎，表示出在外國達客家人都很天立的客家達貢獻。